上60世紀日的唔係了唔得到主案，等到係第2人生嘅開始。白勇同學會都係要同泰國太子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，實現透過嘅夢想，潛進深度嘅熱情同期待。準備了，同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拍的追夢旅程。冇想到我天順3年進來，當移民中學學識到我哋就向下大邊嘅兄弟啊！最重要嘅係我學識到我最支持我嘅伴娘小娟娟。男人之間的情誼雖然再無講，但是會牢記放到心肝頭，透過互相的關心、然後分享來表達。高中時代嘅朋友嘅感情就連續了40多年咯。雖然各自就成家立業，不過感情就從無變，甚至到對面60歲嘅感情就更來更好哦。一隻嘅係新竹竹北嘅移民中學，我也拜訪嘅上尾泰國，頭擺就係讀一間學校嘅，因為畢業邊呢還繼續有睇聯絡個。聽講我感情唔單止好多無奈唔世俗，還有結拜呢。因為有乜嘅奇妙嘅故事，我嚟問一嚟。街道啊，係街道啊，唔明而家做8天8號過，唔明啦，2000我考聽下，你睇過？你睇過？只睇過。香港人頭擺係讀一間學校。係錯。一下看人先先咧，要改。哦。咁頭擺係咩？人家就係讀夜補校，咁人家喺農會係讀夜補校咯，係咪個淵源？青神機啦，喺度頭講嗬，嗰種定音是只有停船啊，停船只有船遠洋漁船嗬，只有3年，停船賺了3年，還是拿到一張真滿印度洋海水位該支票，攞部卡去了，還是賺了是人是讀書完的。哇，嗰種賺了3年冇賺來，就係只有100就係3年，啊賺來嘅就誒。我將來台灣咯，第3年，我這是讓我捉來的，到報道，開始讀書，哦，所以他講嘢讀書還係懂重要好得啦嗬，還是個種係冇時間浪費太啦，無縫接軌啦。古時會讀夜補校，就會睇緊呢條路要睇咗條路誒。家庭咧環境冇好嘅話，冇好啊，是各種病啊，或者講，我讀高中是不怕冇該經費本讀啊，但是自家是我半工半讀啦，啊，你是做乜嘢？做民轉，係咪做也是做機械機械工程？睇個做動政治，啊，只睇講咯。我各種病嘢，咪是我機場都我話可以嘅鐵工廠，演技做人員就講，我像我讀書啦，真係做夜補校啊。哦，咁你下課嘅時間就去哪咯？下課從頭去操場，大家每年都係。是人，沒做運動啊！大追步啊！大追步啊！啊呀哈，恁畢業畢還有多少人講哈？畢業畢業誒，43年，哦，43年。除了一個泰流係新誒，新係啊，還有乜個係 QA 啊？QA 是個書誒，都係用品咗啊，嗬，喺頭擺留下來誒，係啊，咁呀，呈現之後咧就話，但是報名獎95年係新誒嘢哦。咁運動票唔係限彩冇啊？運動票限彩唔過計份件佢啊，全部冇咁樣嘅啦，全部過嚟嗰邊呀。好啊，等人要留意下。哦，嚟，好啊。好。因為家庭環境如大一學嘅三妹泰國，唔但將半工半讀完成嘅學業，還喺移民中學交到一生人嘅好朋友。幾多年開始認識嘅所在，環境已經變幾多，教室唔見睇的，教研未打錯過嘅。唔過一行業學教，仍然30路從幾多17歲嘅人呢，慢慢嘅飛躍，講未講唔出。
哦，因為人家都有結拜，係咪？係啊，你講7乘7哦，我班號40，我哋有10，哦，算志同道合啦。有10，有10。安諾我有一個機緣，喺某個時節，某逢大家馬沙講嗌我來結拜啊。睇一家鄉下10番啦，應該係老三啦。老三是講，你都比前兄弟下前啊睇一家要講黨來哈，無所謂結拜啊。家下開始是睇一家種，唔叫人吃嘅，叫嘢嘅睇一家都係比太歲，所以拜係啊。上面睇過詞窮唔是鄉下練習，也係挑戰過任何活動。一擺仍然決心要為自家嘅退休生活來做一擺大改變。哎呦，人到細嘢就會注意男生哦。我有個意見，我去其他國嘅路卡來談看下，因為想要吃那種無窮用嘅挑戰呢。今日啦，上面泰國同我約睇其他國嘅路卡，講伊能等上會啲下起飛。唔過我見過嘅一個蔬菜，網頁有規模哦，有種菜，嗰種係有亞種嘅水果，也講喺其他國種嘅，有點太有規模。哦，看到伊呢咧，摘果子嘅用嘅，好嚟嚟，泰哥，哎，你做咩啊？我哋有啲摘果子哦。係啊係啊。哎呦，安多做，哎呀，講咩我太太有冇？哎呀，就下你睇哦，擺咧，擺咧係啊。還有講咩啊？牛眼你咩油啊？也係牛眼嚟哦。四季嘅牛眼都好要休息哦，嘅時。我哋下過來有東道菜，我認唔出係問嘅啦。還有安多嘅果子，係其他果子。係啊。一3年之內哦。價格唔中，哦，哇，按好嘅朋友哦，18錢買哦。啊，人家就咩等上啲啊聚會係咪？好吧，回來。你今年有疫情是好冇啊？疫情蠻嚴重，可惜可能就會聚餐的，就會聚餐的。哦，還有聚會就會來呀。咁我希望冇就嚟點茶。好啊，好，嚟，食果子。係啊。然後花樣同學會懂小愛呢咧，就係總共3個大哥，然後3個大嫂都全程陪同啊呢。哦，係啊。而家將來都對到。我哋三十同學有兄弟嘅人，佢哋其實都家下時節都空間公司呢，自家是唔熟視聽啦。用嚟熟識嘅，那係瑪莎先熟識。那個人係啦。那琪姐是原本認識2位嗎？小娟娟跟先認識他，因為是同學。他們2位是同班。對。哇。然後跟阿關是那個同單位。哇，你們緣分都很早就開始了，結果又這樣子牽在一起。有緣啊。緣很深。係啊。好有趣，你們不只是緣分，好像個性也很合哈。為什麼考慮那麼久？志同道合。等於說19、20歲可能就各自按來熟識誒。 18歲，18歲加下還有相片有留嫩嘛？我這個有感覺同學錄裡邊有一張幫他請到彩色。有啊，所以6哥真的是就像個賴大哥講的很小哦。懂開條啊！就會講穿絲質襯衫，係咪？還打紅領帶。懂好大班哦。懂會大班。也係你睇過？係啊。 超輕啊！唔該，太大咧，唔該。睇架就冇你古代呢，槍唔有呢。唔敢啦，有獎啦，標準配備。而且上次泰國有講呢，有10個人結拜呢，咁你能到拜機會就13人就會多齊。差唔多全部會，除非有特別嘅事情冇來咁樣，幾乎全部會到。動到面呢，13人，咁又係咪係睇架13人會聚？ 會到齊，你還是冇去啥咧？只有得諒解咧，只有得諒解啦。兩年的事情係咪？是3年前嘅事啦，老久啦，不過老3 Q 年。咁對你哋應該係動態打擊吼。按好嘅感情就應該啊，呢啲東西。所以講都越來越珍惜啊。
替人某项都讲，感情安情嘛，平时是安因，聚个餐安因，大家聊聊东聊聊西聊聊天安因哈，就记得这回我们这个很震惊，真的是对我们来讲，相对原来的感情按多年来感情安情，降低啊，系啊，所以讲跟拜是慢慢聊下是，大家是越来越珍惜安因。咁就大家就安尼兴趣出嚟想讲，来参加。咁就啲啊，安尼我有一隻挑戰咧。咁呢有討論過冇？有想過，我有乜嘅事情忙是做過哦，我想去做困難。睇過天順，10多歲天順3年，又沒做船長啊，我又轉來出一本書，都逆風浪帆。你唔曉識帆船，趁這個機會來到新竹風帆協會。你來學用板人駕駛帆船，我是老佢哋講我好啊，講好還是講每個教練講新年咧安郎寒流來，然後落等下掉下水了都要夾殺啊，真開始講改啊，係啊，講改變你嘅主題啊。兩位太講咯，有想講乜嘅挑戰冇？李大哥有？應該是好無限，還是很無表示意見。結果你個講乜嘅小虎隊加阿公啊，主叫阿公老虎隊啊。小虎隊嘅事情能一度說，巴西斯上身人說哦，很係英雄同志，英雄做小虎隊。人家的糖豆係乜嘅？做乜後空翻？帆船做唔得模，你是搞看有個路上嘅風帆模啊？路上。有路上嘅風帆哦。係啊。等我，佢要安尼無，你就來解啊，來做教練種嘅啊。有路上風帆，睇新竹有啊。已經改翻有啊，南寮改片過年有。家嗌攞來請課哪請教練係啊。嗰種唔了解哦，真嘅哦，嗌請咪攞去做哦。做得啦，你幾張落貨特別下很做。咁嗌咩唔掂咧？嗌去請一下，可能有教練冇來教嗌你，好冇？好啊，做得啦。請到嗌你可以哦，冇收費哦。做得啦。好，都嗌你幾天咧？咁嗌去請。風車現時全台灣就能新竹也能有，因為體型韓國又有9公分，故所第6地方高壓風車係貴超級嘅運動。如果無按鍵來發動，全意是風速來前進，操控風車幾時咩像死柴也汽車一樣嘅，按腳就好嘅位哦。就係我有幾好嘅方向感，沒有風感，曉得斷風輕樣嘅菜，能有辦法幫風車做定自家嘅想法來實位。再過來體力同反應美度愛好，韓國愛數腳協調，能有辦法穩穩嘅來使風車控制而唔會變差。究竟按到泰國有法度成功來試下按超級嘅風車冇呢？这地方是很老的这个古都啊，这个地方，只是最近这几年從民國到70幾年荒蕪了之後，就是慢慢的就一下就變啊，有啲會發通啲啊，然後變慢慢起來哈。還有我正經尋到一個風帆車嘅 V 數，特別哈。嚟，我帶人落去。好，按貼配的蔬菜。大哥來拜師，他們想要學風帆車，我們都完全不熟悉，對不對？都不了解。就會先給你們上一個基本的課程。馬上就要上課了，是不是？非常有效率的教練，好，馬上。我們先上基本的課程。你們要知道風帆車它靠什麼動力在跑的？基本的原理呢？因為它有一個像飛機機翼的時候，它有一個浮升力。下面那個風浪板的帆的部分有沒有？它有一個針鋒跟那個浮升力。它就是靠那個白努力的作用呢，讓那個我們帆可以跑。教練上課的時間，認為呢啲東西我唔識做過啊，所以我就全躺模，上去滿就唔知我樣板而滿去啊。
这种的东西可能要慢慢去体会啊，这样有法度讲会做这的东西啊。风呢，我们有分真风跟行进风。真风呢，就真的风吹过来的；行进风就是完全没风的时候，你骑脚踏车有没有风？有嘛，有风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假风，那是等于自己的行进风。好像听说只有新竹有风帆车嘛，在台湾。新竹帆船是有在推这个风帆车的部分，其他地方的话已经没有了。哦，本来有想要，也有要推，但是台湾的这个海边的或是一个腹地，有时候地方不是很大。然后再加上风不太够，新竹的话，我们东北季风的这就很够很强。风真有点大，我有点被吓到哎。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它的受风的方向，它的方向呢不像我们加油门的左转就左转，右转右，它完全要靠风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它的油门是什么？就是帆。风吹到帆之后，然后你手抓一个绳子，它就是一个力量来源，就是一个油门。你抓得越紧，风又吹的话，那跑得就越快。但是呢，相对的，你把它放掉，手放掉，帆放掉，让它自然的飘，它没有刹车，哇，也不刹车，对，也不能用脚放下来，就只能让它慢慢的力量减弱了。还有第二个方法，我们把那个车头对着风来的地方，有没有？风来的地方吹到你之后，它是不是也会有力量，就会帮你刹车了？教练最快可以开到多快啊？那看风大小啦，不过最快应该，如果一般来说，如果这种车的话，应该开到60公里是没有问题。60，如果真的开到太快，无论如何就是把绳子放松。这个第一个一定要放，这个是跟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。我们紧急的时候刹车，我们是赶快很紧张，赶快刹车。他呢不是，他要反而放掉，这是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，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一点，这很重要。哦，所以很多人不习惯，对不对？一紧张就拉。他也会翻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学一下护身导法。那是很被抛出去的时候，你就要翻滚，保护好自己。哦，翻滚。对，大哥，你们之前有想过会翻滚吗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没有想过会翻车，对不对？我刚讲太旅游啊，上课是这啦，咱我理想的全部无空用啊，加油得要紧张。糖唔是按种原因，当然理解。糖都按有的人讲来不飒飒啦。俺好多个菜都好，啊来到也个学练习的作品，个风太多，俺哋都学到诶。故说呢，还唔抵等下睇作品后，就会很用那些情绪。人家如果强当过一个教练来示范，好，我们现在吴教练，我们现在又多了国宝教练，对不对？对，国宝教练，他今天等下我们会示范一下一个安全性跟非安全性的方式。看这个风有点害怕啊！很害怕，这个新竹风很大，有感觉很厉害。有，不敢上去，很恐怖，很恐怖。为到爱俺人国家嘅进入学习状态，国宝教练先做嘅亚杂基本动作俾俺人看，先係度風轉向，過來係順風轉向，變速流行，還有可能會發生嘅變差情形。没有平衡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用翻滚的。怎么翻滚呢？你就这样子，他们就这样翻滚，这样翻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们示范一下翻滚，示范一次来，1、2、3，这样翻滚。哎，对，很好。现在是赖大哥要先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他如何示范错误的，一定会有错误的事情出现啊。但是我们教练在旁边的话就还好，教练准备在上面协助他。哦，他现在在拉那个绳子的力量，油门有没有？慢慢跑起来有没有？啊，因为他重量还在上面，所以他速度比较慢，让你们速度慢一点，不要太快。好，然后对准那边，然后对准那个三角锥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动力了，它可以控制。第三就是最等于刚刚没有翻叉时间，翻叉时用板眼护身打法有啊哈的，用板眼是好安全啦，还是好蛮强的我心。那不要开到马路上去哦。你们转弯的时候，绳子是？绳子不用管它，或放松就可以了。然后等到受风转过来之后，你再把它拉紧。哦。就等于赶快加油门。所以转弯的时候其实只有脚踩。对，脚踩转弯，然后但是要有点速度。你看它没有什么速度，所以它转不过去。它转不过。现在这样的话，第二次熟了之后，它可以加速，拉紧一点，再拉紧一点，转向。哦，比较容易转过去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可以，差一点了。我再拉紧，继续转那边，对。知道搿种嘅搿种嘅顶风又啊顺风嘅时节啦，吼，搿种嘅老因视察嘅情形有啲无空用啊。韓國因視察嘅時一掉油門，韓國剎空檔嘅時有啲無空用啊，嘢，就要緊張一下嘢。唔過都講啊，今年上查時吼，搿好啲嘅教練，然後搞懂清楚啦。
是慢慢的时候做的，4-1。我的都是你抓哦，可以换double也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如果访问確實，嘅鳳環塔要啊，梗係肯定贏哦。紅狀態，呢新竹嘅九光鳳啊，當有名嘅。但不過上課了後要啊，實際上去操作了後，這有幾擺了要啊，是輕順手啦。唔過呢種東西哦，一天咧多多練習，哦，這樣會很見得更順。初上去的時節哦，是感覺到吼，哎呀，一開始要行，試哦，這就較好一點，是冇按行嘞。他們4位呢，今天的表現呢差強人意，因為今天的風很大，反應會沒那麼快，所以呢會造成他們的動作呢沒辦法做得很好。我們特別煩呢，又把它縮小了。針對今天的缺點呢，我給他們補強，就是希望他們回去做功課的時候去做一些繩梯的動作，一個腳力的訓練，還有手的力訓練，還有協調，就是反應。今日咧同上面泰國去體驗嘅鳳凰茶，風景一定睇哦。佢說講簡單又冇咁簡單哦，樹豚腳嘅協調啊都非常重要。教練們又同人哋講，要地位做得加強訓練嘅活動。佢說我今日都同上面泰國要睇公園，我強下來加強習訓。我原來睇嘅，我嚟前面咧。哎，泰國。按照，你要買嘢度哦？點解買？冇自家做誒。馬啥做？捱啊。唔做？係啊。嚇？我冇做。條班我對小紅書上班是有做過呢種嘅啊。哦。就佢唔係用呢喺垂直啊。係。哦，用誒呢啊。繩梯係咪？就。係啊，我哋今日就可以用嘢來練咧，嗬。係啊。咁今日你第一擺體驗過嘅風帆車。有強背調冇？再要用嚟唔爽快。係黑站小課啊，小課。唔要啊，係冇小個小課船添啊。哦。我有。耐船好。腰酸背痛。一個係腰骨係咪？係啊。哦。係強健動員咧。我感覺安尼，你要強健。還是當強課哦，冇跟結棍就打到啦。我開始來集訓嚟哦，哇！加馬莎仙，2到真嘅一節拜嘅哦，還有默契哦。咁我哋嘅規則係駕駛啊，鐘擺迄個，就從頭。好，第一個真簡單都係安尼。哦，厲害啊！哦，你腳妹嘅呢？哈？你揾你腳妹啊？我搶，我準備去搶我。第一關，大家就過關咧。家庭嘅左右安尼。我哋係麻煩咯。好啲麻煩。左右。誒冇，嘿，安尼沒做得。哎，唔做得安尼哦。哎，你這樣掃一次，哎，你很聰明。重來，俺都好，老闆講，每一格都要有前後，每一格都前後。你還是連續3擺哈，所以人比是愛搶哦。難掉冇上過。邊度啊？哎呦，很靈活哦。哎呦，大家都很厲害哦。安尼跳到低度嘅啊？左片，要轉去，轉來，跳起，都跳起，轉片，變右片，嘿，轉來，哎，有啲唔錯啊！
因为体育节课大家嘅表现还懵懵嘅，教练出嚟训练手脚协调嘅功课本人呢，一個索台訓練本人能發現呢自家嘅眼神呢神發圖、平衡感同協調性，正見路行愛神猛加強。大家還大度講，讓嘅人愛搶家比。上兄弟訓練家下，萬人都唔用萬人，啥啥都想愛贏，眼面睇到變起下來唔認輸。我是咖比哦，辛苦誒，結果喺成績真好誒，唱誒呢是咖比。運動嘅呀，最有錢。該咯，哎呦，做阿哥嘅人啊，係有冇問題？嗰種人唱下，新接就係唱下大嘴鼓。唔會啊，唔會啊，唔會啊，將來咩會去奧多話去教育運用啊？哦，教育牛蹄毛。上拜年啊！我用手手寫一點，對嘛？叫到話去手寫，他得你有冇老師會聯誼係咪？攞幾條板先，我將你念到。攞幾條板？有啊！三個盤的鐘，沒攞幾條板，沒幾條板。哦。念手寫有啊，佢好咗呢，跳到四上，派咗呢，跳到翻風機。第二天的全副武裝了哦，好，然后今天教练还加一位，有3位教练，是很担心我们是不是？教练，我们今天是到海边，对，所以课程有不一样吗？进阶了，进阶了。等下我会下给你们的课程，就是说我们会一个顶峰转向急转弯。第二呢，就是追逐，互相追逐。对。第二天课程要开始，我们要不要喊个口号？好，來，4月沙灣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嗨，對新竹嘅風安太愛真見學到，當地個2年來，也都係會有風帆車嘅原因嘛。不過風實在太多，一開始嘅菜跑出來啊，嘅風安嚟熱風啊，真叫會學到。啊，收入目標會考到幾年？係板樓要上下高調啦，上好高調喎嚇，是唔拉啲風坑唔拉啦啊，好。我那個它太低有沒有？哈，我會打到頭。哦，什麼大到？對對，上回又來到啊。對，它繩子會拉到這個。對啊。哇，哎，佢會來到。對啊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順風會轉到一個頂梁哦。速度會夾到啦嚇。很讚啊！高聽100咁樣。出去搞一條冇問題啊！哦，我喺感覺嘅做法嗰種有個好嘅，係有進步已經係。可能做法咧時間要按嚟係啊，係要上訓練核心。係。哎呦！因為到條新月沙灘來到沙灘上嚟學啊，知道好進步到啊！我個氣胸很忙呢，我還沒有這樣子甩我。一下他因為我力氣不夠大。給等下個吃吼，船要走當腳，走前腳吼，啊習慣條安漸漸講，啊慢慢來，啊見勢是見熟手誒。剛剛你們練習的感覺怎麼樣？應該是最順的一次了。對，會爽。你呢？感覺怎麼樣？感覺速度也是快一點點而已啦。快一點點啫，有你稍微慢一點，還不太敢拉那個繩子，用力給它加速。然後轉彎的話，就是稍微有點不太敢快一點，因為速度沒起來了，所以你比較不敢。大哥們下去感覺是什麼？這個當然是這個沙子有沒有跑起來是非常舒服啦。哦，對對對，而且摩擦力比較。對，尤其那個教我們那個甩尾的時候有沒有？它彈跳多，有時候整個你會覺得它是會彈起來，比昨天緊張。
今天跑比较快，跑比较快，结果都比较惊，你知道吗？脖子也痛，手脚也痛。今日去都好順地喎。哎，那個比較誒，又開順啊，沙灘嘅話嚇行順啊行。唯一一個問題是該濕嚇，今日帆好大，會卡到更緊，磨上撞上去。今天發現就是整個帆放下來的時候很低耶，要大，為了封面加大封面，加大封面，這樣才有速度。哦，這樣才有速度。今天的重點呢，第一個我們要會加速，就速度要快一點。你們的操控腳操控的時候還不是很順，對，還不是很順，可能應該加強一下腳的力量跟手的力量，你抓的時候那個帆的力量要抓好一點，要抓用力一點。那我們就這樣子，我們就開始，好不好？好，嘿，好。今年還係過大嘅5級風，韓國沙灘有雙平，個無助力，碰茶走起來韓國係夾，不過到好些時間海水就要來流咧。我哋均可喺附近嘅颱風當中做些時間跟夾練習。我們下一個任務呢，叫做你追我趕這樣子。什麼？怎麼追？怎麼追來追去的？什麼？你覺得我們可以有一個目標的嗎？哎，對，就互相的追逐。好，來，你們兩個先出發。好，加油！這個比較冷，我們這比較熱，所以他的隊友就是要注意一下對方在哪裡，然後就追着他跑。如果他可以，你看我們那個是徐大哥呢，我徐大哥現在就跟着他跑，他就一直跟着他跑。如果他跑得很熟悉的話，甚至可以超過他，就換着他追他也可以。對，反正就是後面的要追前面。對，後面的要追前面的。哦，你看他現在讓他追他，他現在讓他追他，所以他現在追他，因為這樣有學習效果。如果前面比較會的人有沒有？他風向他掌控比較好的時候，他追着他跑的時候，他就比較好開。哦，好順風啊！好順風，差點翻車。馬上就差點。可是他沒有翻嘛，對不對？沒有，就是對，這因為他這個設計，這個車子哦，法國它這個台灣只有這2台哦，這個啊，真的。台灣只有這2台。對。哦，所以這不是台灣自己做的。這個呢很好玩，就是說我們當初我們以前的前主委，他主委他去從法國買回來的。哦，這2台啊。對，所以我們才叫他法國號。他法國人設計的。然後呢，買回來之後呢，我們看了一下，是 Made in Taiwan。哦。對，他設計的，然後叫台灣製作。他製作完之後，他運送到法國，我們又把它買回來。所以我們台灣真的是很棒的一個國家。啊，那但是呢，很可惜的是，我在台灣就找不到它製造在哪裡，誰製造的？哦，找不到。啊，你看我們現在賴大哥不錯，現在這樣子他現在駕駛的都很好了。我們奕龍啊，是不是？他還是稍微有點感覺不出來，他腳好像比較沒有力氣，所以回去就是叫他多練腳力。哦，現在他在追我們賴大哥了。好，我們賴大哥又甩尾了，對，離心甩尾了啊。他現在不錯，他現在有跟着他後面跑，因為速度快，他一龍可能會怕。其實現在風越小跑不起來了，要不然就是我們現在有技巧的加速呢，就是要有點橫順跑，哦，我們奕龍剛剛翹輪子嘞，哇塞，好厲害！他剛才就是順風轉，感覺怎麼樣？很好玩呢，會玩的哦，很愛玩哦。可是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不快啦，所以這樣轉來轉去感覺很好玩。剛剛他拉得太緊。你呢是太鬆哦，我可能一直在當碰碰車玩，就覺得有在跑哦，開心。有。我覺得連被打到頭這件事都漸漸習慣了，就這樣旁邊好。他們2個開的都不錯。對啊。好，那我們那個徐大哥就稍微有點速度起不來，然後再加上他那個轉彎的時候有點就是還是慢慢轉。哦，這個就很順了，也會玩的，愛玩的。原來風帆車有賽車手啊！原來是這樣。我們要考核的日子了。第一天的風有點太大，第2天其實也還不小。結果到第3天我們要考核，風好像對你們溫柔了一點，好像我們擔心太小，而且我們在新竹還沒有到海邊的時候完全沒風哎。
教练对我们今天的考核会不会有一些担心？不会，因为风很小。这个风很适合你们。哦，很适合我们。那我们今天的考核标准会是什么？我们的考核标准就会绕标，先做1、2标的顶风转，后顺风转，然后这个过了之后，我们会再做1、2、3标的跑一个三明治的动作，让你们今天在整个跑的时候会非常有感觉。这样，所有3种风向都让你们用到。之前都是顶风跟顺风是，对。我们好像没有打横的那个风，对不对？之字形。对对，所以今天会让你们之字形。刚刚呢就开始考核喽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喊个，好来，加油一下，法用福访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。考核前，教练为俺们抓做时间练习。是讲考核的素材同风俗如同前200上课无相样，俺们真正有办法顺序通过无呢？也摆嘅考核规则，为完成教练指定嘅3枚考核项目，分配係順風電跑、杜風電跑，還個電3隻目標。考核係算時間嘅，一個出發，出發過後開始算時間，看每人做前完成考核項目所花嘅時間少。時間少嘅就贏嘞。好，那我們就2個打頭陣了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請上車。你風轉2圈哦。好。侧风有点大，所以当车速越快的时候，你会紧张，绳子稍微松一点就好。哎，漂亮！哦，真的很漂亮。转弯转弯，加油加油！所以你看大哥他转向的时候，动作要扩大一点。所以，哦，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车速变快了没有？有没有？突然变快的时候，绳子记得要放掉。对，绳子收紧，对，好转。在所有的动作当中，你们可以互相去感觉。好，转过来。所以你刚刚在那边转的时候，记得你的脚顺势的绕过去。好，大哥现在跑第3关了。哎呦，看起来很顺哎。对对对，风速有了，转大一点，对，速度有点快。速度太快了哈。他跑到这边来之后，尽量横向。厉害，厉害。好像我就要不玩了。不会，其实不要紧张的，不要紧张。好，快到的时候我们把绳子松掉，绳子松掉，绳子松掉。OK， 二哥很棒哎！耶！对，完成了，谢谢，因为完成了。你刚刚风其实浮一胎呢，对呀，有紧张嘛？我紧张，激动了，等下瞬间最后的时间，第2个标准，对呀，谢谢。懂了，哇，打头阵，哇，二哥啦，哦，加油！哦，我李大哥哎，加油！挑战上成功了哈，成功，很漂亮，等候，好转。哎，漂亮！哇！厉害！一点哈，可惜没洗自己哇哈，蛮顺哦。对啊。结果哇，让人家哎呀，最心性总孙呢。好，第1关过了。所以说，刚才跟你们讲，轮胎一定转向，一定要转到底。对，一定要打死。哇，很好。还是懂孙的啦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像这车速越来越快了，有没有？绳子松一点，绳子松一点。好，到3角形的，有没有？加油！2圈。好，再来好，对，很好。哦，好，完成1圈了哈。哇！有测试。好，不用绕到那么远。对，你可以照他这个路线，照他这个路线。第3圈。绕完别过来这里。绕完之后，速度变快。好，放掉。好，绳子松掉，对。不要紧张。那你绳子就是放就对了。
2次风大，他表现得很好。可是今天的风比较小，在这个场地，不知道是因为换了场地呢，他感觉上他就不晓得是因为怕跑不起来还是干嘛的，他就是操控有点说变成有点钝掉了。哦，这！加油！哎，姐夫加油！老公加油！那边的话也是，好，那边的话也是。稍微让它受风，有点风速，然后车速不要过于快，这样就不会紧张。好转。哦。加油！所以等一下做顺风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是正顺风下去，它的速度会加快，会快很多。所以你们在转向的时候一定要动作大。好来，转。好，现在顺风转哦。顺风就很快哦。好，转哦，转。哦，水哦！哇！这一次大家都转得蛮漂亮的。对啊，都好漂亮。好，第2关通过，来第3关通过来，倒3角。像这个帆过去的时候，它帆对要拉回来，让帆打过去。李大哥很厉害，这完全绕那个草皮。对啊。哦，有哦。有了，哎，漂亮哦！是哦。第3关一圈。有哦，最迷人哦。有偷练哦。哦，碎。最后一圈。直接顶峰上来。哎呀，我看见我们的时间应该都一样嘛，分秒不差。耶！厉害！挑战成功，100分。你做的呢？赞！哎呦，很好哎，好高分矮的哟。哎呀，好，加油！风不用那么大。太紧张了。好，转。三摸。好，香了。好，厉害。哦，漂亮。你们好捧场哦。表现最好的。厉害。哇！顺风站，他好像不动都能走嘞。身材优势，我刚才说过了，身材优势。我们是硬又拉又扯的。哇哦！所以他可以动都可以飞了。他其实只要把帆固定住，他其实对他来说风力就够了。好，第2关通过了。为什么他不太？大姐。大姐嘞。好。哦，谢谢。他不用拉紧就直接就甩过去了。帆固定住就好。对。转到这边来，再转过来，再一次。对。为什么我都不会动？加油！风老师对我。本上练習家下，感覺自家嘅表現還會做得到。那啲靠後嘅時節，我嘅碰擦就唔曇花，就話都停下來嘅，要行個轉彎磨練，會見識喎。加油！好，厲害！來看我這邊來。哇！厲害！耶！英国来10点轻松哦，教练来公布一下。来，第1位是谁啊？这个。2分51秒。哦。来，第2个是谁？2分33秒。哦。他走短线的，走短线，还好没有讲我走短路啊。徐大哥，跟第2名差一点点。哇，2分53秒。哦，差2秒，差2秒，他跑得最顺。第4位的话，我们要不要讲啊2分55秒，就算厉害了，对。OK 了，我们秒数不要讲了。公布观众想要知道，我想知道，你讲一下。4分35秒。 2倍耶！2倍。女生来说，这个速度其实很厉害，真的。结果第1名係
李大哥。哦，心得发表，心得发表。哦，两位教练指导教导有方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你想要说，稍微去操控它哈，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哦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坐上去你就知道有点困难度。教练看到3位大哥，我就忽略啦哦，3位大哥的表现，动作都非常好，很到位，非常到位，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这些动作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谢谢教练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大家都做得很好，稍微有点紧张而已。不过今天风还小，刚好配合到我们这样在这个场地刚刚好，是蛮不错的。而且你们都有完成这个我们第1关、第2关、第3关的完成的 case 都有绕完，哎呀，我觉得就很棒了。教练很贴心哎，我们还有证书拿是吗？有，哦，好棒哦！请那个国宝教练颁发证书，哇，第1名。哦，第1名，李大哥，哎，谢谢教练，谢谢。哦，来第2名，赖大哥，大哥，谢谢教练，谢谢。一摆嘅挑战，我最感动嘅一點係上面太所對頭一日戲事如頭到尾評論呢，喺歡樂樂嘅天使當中，加添埋許多溫暖。唔知啊，上面太所看到今日嘅成果有乜嘅感想呢？我們這個年紀還有這一次的機會哈，好像年輕的10、20歲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感覺。對。你說看到老公這樣嗎？對，我們也是。什麼有到那麼誇張嗎？要不然我們已經完全沒激情。老公玩風帆車就可以有激情了。對呀，看到他年輕，又活起來了。要不然死掉了。所以真的覺得老公在開那風帆車很帥，很神勇。我不知道他那麼厲害。眼睛一亮啊！真的，我很高興這一次2哥有沒有給我們這個機會，然後看着老公這樣子，不錯嘛，還沒老。哎，好，老婆好。你們這個團有點不是，我有點。其實這一次的機會這樣子，讓我們又可以回憶到以前的那個所謂的兄弟情啊，對，跟同學之間的情啊，我覺得真的是。很感動，也很感恩。我們平常過的生活都沒有說有一點點刺激，這個真的是很刺激耶。可以馳騁在沙灘上，真的是很棒。那種心胸的感覺，就是整個開闊起來。很希望說常常有這種機會，人稍微刺激一下哈，就激發那個潛力哈，是無窮的。我們剛開始驚，你知道嗎？會驚咧，會驚哦，氣寬的，哎呦，走得哩。其實亦正經風太事哦，是動驚就唔是高過咧嘅東西啊。天氣嘅時節是較俗一點啊，根本是你開始看見到呢個做到暗號，開始驚啊，所以笑講唔知自家會做唔好安樣，啊這話落去又會做得安樣。雖然冇拿天氣命哈，雖不滿意可以接受，正經這樣。都好嘅啦。你啊，3月來正經，你有人講有。你要哭了嗎？你要哭了，眼鏡要拿下來。正經哦，面子。係啊，嗬，天然佢嘅就我老師講嘅風眼太，我嘅正經會驚我。咩會啊？一控最緊再問過而得，佢攞眼太話，一練到嘅個哇會空嘅，哦，會嚇死人，真係嚇死人啊！練習落去到今日第3年嚟講，是睇到這位學姐確實，通常你咩很緊張啊？哦，會啊。誒，看到嘅時候，阿門頭嘅，唔係阿門頭嘅。嘅父母嚟嘅。父母嚟哦，嘅正經哦。有時唔一定都我個機下個安心下。唔係喺安心，做你事嘅咁衝到邊？會衝到係啊。阿超唔衝到200。一回生二回熟，講正經哈，訓練哈是會懂熟啊。你一熟哈，你是唔會緊張。